谢主啊，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哦。好啊，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赛亚书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传道来读啊，先读啊，然后你们再读下面。好，我读双数，然后你们读单数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请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那日，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西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，圣者乃是至大。阿们。这是今天第一处经文，我们来看今天第二处啊，也是传道先读啊，你们来后读。好，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”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，丢到火里。约翰回答说：“有2件衣裳的，就分给那没有的；有食物的，也当这样行。”约翰说：“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”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他手里拿着簸箕吗？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到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好，这是第二处经文。再来，我们要看腓立比书4章。好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感谢主，主早就宣告，我们要靠他常常喜乐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可能这个世代不乐观，但是神依然要我们宣告，我们即将有喜乐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说，今天有一个人在12月第1个早晨，很寒冷的冬天里，我们很多的牧师去为我们这一位马总统先生来祷告，他也愿意哦。他说了一句话：隧道尽头的那一线光明已经看到啊，已经看到在隧道里尽头有一线的光明，可见光明即将来到，是吗？我不晓得，但是这个礼拜呢，有一个人，他每一次预测都超准的。这个人叫做什么？哎呀，彭淮南，他可是什么级的？他可是这个级，如果商场上的人就知道，他总是能够让那些怎样秃鹰啊。不是，那个秃鹰呢，是真的国际的秃鹰哦，国际的秃鹰呢，那个想要来
攻击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的啊，这个一定有一个梗啊，传道不知道，但没关系，他知道啊，他呢明年是 U 型复兴，意思是怎样？要 U 型来反转，要从高点到低点，低点到高点。那请问现在在什么点呢？现在是8点。唉，我告诉你，听来听去，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喜乐。你这个礼拜有没有人跟你讲说，哇，大好消息，我要来好好消费一下，我要来大什么大买家，我要好好给他花钱下去，因为怎样？我即将经济要好，所以我可以大声的消费。你这个礼拜有听人这样讲吗？好像没有。那么为什么没有喜乐呢？为什么连一点点快乐都没有呢？什么原因？是因为我们被骗好多次了，是吗？听说燕子来了，我们就景气好，但是这个燕子好像是讨厌的燕哦。听说都不准啊。真正让我感觉到才准了。我们很多人上班人 22K， 大学毕业 22K， 觉得已经很委屈了。拍谁？这个礼拜有人说怎样？35K 啦，我就给 K 给你看，啊，心好痛啊！15K 耶，15000耶。我们的喜乐在哪里呢？我想代降节是神宣告，不管现在在什么时候，他要让我们。怎么样？让我们的人生可能不是 U 型，是 V 哦 ，V 就是马上反转哦。神要宣告我们早就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他又要给我们怎样盼望？而且这个盼望是让我们有喜乐。什么叫做喜乐啊？啊？是快乐吗？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快乐就是什么？快就会不乐啊。哦，你这餐去吃无限量吃到饱的很快乐，但是你回去就会很痛苦，因为你会很懊悔。我这一次又失败了，我这一次又没有控制自己，我又要那个心里之难过。所以快乐，有的人因为一次逞一时的快乐，终身变成什么？得了艾滋病。快乐就是很快就会不乐，喜乐呢？我从心底里面有满足十足的那种满足，那种动力，那种有盼望。盼望就是怎样？现在虽然还天黑哦，刚才有人讲哦，他考上怎样？他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，可能毕不了业，他就去考什么研究所嘞？好大的胆子啊！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怎样。神应允他有资格要去考研究所，虽然他去考多益的怎样，他又找不到身份证啊。我想神给我们的是在黑暗中的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绝对不是说一说而已，这个盼望是有根有据。你说传道你常常在讲假呢，啊你们的讲一个给我们信得下去，信得下去的，那个信得下去的是什么呢？传道就要说了，你如果需要有喜乐的点，什么时候你可以接受到喜乐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你可以接受亲近喜乐这一点是什么点？也就是说，什么时候神要赐给你他那里来的喜乐？什么时候呢？是现在你正在哪一点呢？是在那个 U 型的现在心型那里吗？如果那里叫做 A 点，那么 B 点在哪里？抱歉，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讲得很有力气。看哪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为我的拯救。对不起，接下来以后，以赛亚书这是12章，以赛亚书在后面以后，他节怎样，一直往下出了去，从高点一直怎样往下滑，往下滑，往下滑，往下滑。如果有一天你接受到神非常爱你，你有一天你收到很大的祝福，有一天你得到这样印证说，上帝会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依靠，我并不惧怕，意思就是说以后会有让你可怕的事啦。现在神要让你足够的爱，
未来可能是黑暗的，可能没有马上会是光明，但是神给你保证啊，如果在黑暗中你没有神，你就可怜了；如果在黑暗中你没有神，你就可惜了。但是你如果在黑暗中你有神，我就要说你就可喜了。怎么样可喜？因为你会是喜乐。你明明知道前面是黑暗的路，路还很远，你知道前面会很困难，但是你会说就是我啦，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活的啦，人生就是为了这个而活的啦，我人生绝对不是为了那2个字而活啦。那2个字是什么？我儿子说妈妈，请问我为什么要读书？国小5年级问我啊，为什么要读书？以后要考好学校啊。为什么要考好学校？以后要独立啊。我不要22K 也不要15K 啊，我要什么 K？100K 啊。那妈妈，我请问你，我100K 以后要做什么？啊，你那还讲啊，100K 以后我就什么都有啦，我就什么都可以过得很快乐啊。过得很快乐以后呢？都很快乐，过得很快就等你小孩长大啊，等你小孩长大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赚钱有钱啊，长大要吃什么有什么？问题是你有钱以后100K 啦，给你100K 啦，你一天可以吃100顿饭吗？不会吧？我的小孩最后的结论说：“妈妈，那这样看起来，人生都同样一个目的地，不是那个目的啊哈。刚刚有讲啊，不是十字架上下面那个哈，不是那个木啊，是什么？2个字，等死。我们人生只为了这2个字，是吗？不是。虽然会在黑暗中，但是黑暗是要做什么？黑暗是做什么的？等一下我们要说。”在黑暗中，纵使像佩姐刚刚说，上帝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上帝啊？你这样看得下去吗？上帝看不下去，所以上帝要拯救你。他不断的在爱你，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他已经爱你，他已经一直宣告你，孩子啊，你需要拯救的，因为你会在危险中，你需要有依靠的。我已经告诉你，我可以救你，你会是需要我的拯救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可能会面对让你害怕的情况啊。他知道我们需要力量，现在已经告诉我们，我是你的力量。现在你可能在低谷中，他已经说我会是你的诗歌，我不会让你丢脸的，我不会让你抬不起头的。他会是我们的诗歌，会是成为我们的拯救。所以当你在这个低谷的时候，你要想这个画面，记住，你心脏还跳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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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个图一样啊，你就感谢神啊！千万不要跳下来。我们刚刚有听到佩姐，她姨妈妈，你就知道这个阿姨对她有多亲，不是叫阿姨哦，叫姨妈妈。当忧郁症的时候。当忧郁症的时候，他就跳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心跳就不会跳，这个 U 型就只会停在什么谷底，甚至闪电型。我想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在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要跳起来。当我们还在低谷的时候，你要相信，只要你有心跳在，看一下这个图，一闪一闪说：“孩子啊，孩子，只要心跳在，上帝要成为我们的拯救。”要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不用害怕。从哪里知道？传道你讲了半天，对，传道好急哦，因为还有很多要告诉大家。就是你有这些疑问的时候，你不用害怕；有这些疑问的时候，请你来找传道，或者是有这些疑问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找这本圣经。你如果找不到传道，你来找这本圣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今天以赛亚书这边在讲，在12章，可是你看哦，以赛亚书跟圣经，哎呦，居然这么合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开始就在讲怎样，旧约是以责备人的罪来开始的，然后到了中段以后，旧约有先知书来预言基督会来临，而且国度
这个神的国度要来临，跟我们这世界上的要结束。新约呢，以基督呢为先锋，从新约开始，施洗约翰要成为开始，耶稣要降生，甚至于到启示录还有怎样新天新地的应许。所以啊，我们基督徒不是等死2个字啊，我们基督徒是怎样死了后面，死后新天新地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。死了不是就这样死啊，不是，死了以后是开始。当然要讲起来不是这么短，但是这本圣经可以来让我们印证这件事情。以赛亚书居然在这样子的里面跟圣经一样，66章圣经有几卷啊？居然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知道，神的应许早就在旧约已经表明了一切，已经表明预言耶稣即将诞生，在苦难中已经有应许，上帝要与我们同在，是什么？以马内利的上帝。在圣经中早就已经，今天我们在分组有看到保罗的故事，今天第3段经文也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都告诉我们，在的告诉我们，你若不相信，来找传道陪你读圣经。从这里你可以发现，原来我们的上帝在历史当中，在黑暗当中，他早就已经宣告在他那里有拯救，早就已经宣告在他那边有盼望。我们呢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人生在哪一点？或许在你的人生里面，像这段经文的前后文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，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候有非常多的外地，巴比伦。这巴比伦是在什么时候听到啊？哎呀，在但以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，传道，你有搞错时间了？但以理在以后的事但是为什么现在巴比伦有？我告诉你，在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亚述的什么手下败将啊！可是你知道吗？后来巴比伦怎样 ？V 型反转马上变成怎样强敌？后来变强敌，还把谁灭掉？还把强的给怎样除掉？这个他当时候有这么多的困难，有这么多外敌。可是以赛亚他说怎样？拜托我们是信上帝的人，不要去求这些人，因为这些人这些国早快要灭亡了要不要听？不好意思，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，这个国王没有听，他听不下去，他觉得赶快怎样？这个时候赶快拉一个强者啦，拉一个谁来做我的这个靠山？亚述啊！结果是安那？结果怎样？亚述怎样成为他的重担？你要靠神还是要靠外来的？我们台湾目前处境也是这样，你要靠美国牌还是你要靠中国大陆牌？我想我们应该靠什么牌？天国主耶稣上帝牌。在这样的历史当中，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的去认识。我们就知道神在掌握这个历史，不只是历史，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还掌握我们个人的历史。在这整本的圣经有这样的顺序，但是传道要告诉你，这是一个神掌权的时候，也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。那今天我们在哪里呢？今天在哪？今天读了这个以赛亚书在哪里呢？在大卫、所罗门后来变成北国跟南国，就会怎样？我们今天讲的是哪里？一直闪的是什么？南国。北国怎样？被谁给灭掉？亚述吧。哎呦，南国那个时候一定想过，嘿，我跟你嘎仔，我靠山是像亚述，是这样吗？他既然会把北国给输掉，那请问你南国保啊？哎呀，真是可惜，不愿意听神的话。以赛亚早就讲啦，早就宣告先知啊，你都不听啊！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人跟你讲啊？我相信张传道一定跟同学们讲，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。我们这个同学一定说，
哥来呀，哥来呀，哥来呀。今天经文中文圣经太多从神那边来的话语，叫我们不要是爱我们，真的，不然你投到谁的怀抱？野狼啊，野狼125马上就给你，好吗？我们要听神，我们要靠神啊！这历史都告诉我们了哦，你不相信哦，这不是只有这个世界的以色列的历史而已，这还有我们个人的历史。哎，你看到了？你看后来巴比伦居然还要强盛起来耶！啊，真的是怎样？人是怎样？人没有办法预测这些，我们人太短视了。我们要依靠的是我们神知道我们未来是要怎样，甚至于早就在以赛亚预言了什么？以马内利的神啊，神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国以色列已经要跌到谷底了，已经要跌到黑暗期，需要一个盼望。”所以他早就宣告了什么？以马内利的神要跟我们在一起，耶稣要降临，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要救赎，要买赎我们，要给我们新的人，旧事都要过去，而且他要升天，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孤单啊。我们不孤单，是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接下来你看历史这么长哦，我们持续都会来看神怎么样子来，早就宣告耶稣再来。所以我们待降节，我们已经说知道耶稣已经降临了，那我们还要庆祝什么？已经知道的事实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。我们刚刚有看到经文，我们也要准备耶稣再来，一定会有审判的。你现在信主了，感谢主，60分起跳。那讲简单一点啊，没有输在起跑点。有人说及格而已，及格你就要偷笑了。如果你怎样，你做好事情，做了1万件好事情，你没有信主耶稣，对不起，你就是 59.5 分，59.9 分，跟永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们预备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要讲。今天路加福音也有讲到这个，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也可以明天还有2场礼拜，有时间比较长，我们会讲更多。以赛亚的时间，你看以赛亚在南国的时候，他4个王，他在那个4个王的时候当什么？当那个4个王的时候，他当这个先知，从乌西雅约坦，还有这个最重要的被删掉了还有怎样亚哈斯跟西西家。结果南国呢，北国早就灭了啦。你知道南国最后结束在哪一个王吗？西底家，这名字取得不好啊，记得哈。南国就是西底家，真的啊，西底，希望的希，到底的底西底家，把怎样这个最底的、最惨的当做他的家，他当了西底家。但是神从历史书里面我们就知道，不是这样就没有盼望，是怎样？是神还让怎样以色列后来还复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从圣经中就知道，这个以赛亚书那时候的这个强烈的劲敌哎呀，这个太小了，没关系，要补救一下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亚述是在当时候的那个地图上是在什么地方？在以色列的怎样这个东北，对不对？亚述，然后巴比伦在这个地方埃及在这个地方，哇，真的是四面楚歌啊！但是没有关系，英明的国王死了，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我们国家太多英明的传道也有去过那个中山北路去敬礼了，因为我们有个英明的，不是国王英明的总统过世的时候，我们去那边致敬。我告诉你，在历史中我们知道，英明的国王死了没关系，因为神仍然掌权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以赛亚书跟我们讲什么？重要的不是会死跟不会死，我们都会死啊。请问谁现在还没死的？历史中有没有死？有，但是他是怎样？神的恩典但是就是耶稣他在死了，耶稣也死在这样在复活。只有什么圣洁跟没有圣洁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件事情。愿我们呢，在主耶稣里面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以赛亚你看才12章而已，
他就已经宣告，因为未来黑暗更深呐，黑夜即将更深，神早就给我们盼望。我们有没有得着这样的靠？如果你已经信主，神要说，透过约翰，约翰是谁？他是怎样？他是为人铺路，为谁铺路？为耶稣铺路。他早就已经这样预备了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，他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结出果子来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60分真的不够，好吗？我们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要结出果子，不然怎样？这边讲哦，斧子已经在树根上。那我们要说，接下来他问，那请问一下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我们当做什么？读这么多经文，结果就一个字，要怎样？爱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神要说我们要爱，怎么爱？不是变成别人的妨碍哈。我们要爱人，怎么爱人？我知道，我们要将我们所得到神的爱，我们来让人跟神来连接，让人纵使在黑暗中，他有连接到主耶稣那边说，天总是会亮的喜乐，连接到里面，让人有真实的帮助。刚才佩杰有说他自己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一个10岁的孩子来到这么大间的教堂，10岁的身高就你们这么身高，传道不敢站上去，就是因为站上去感觉怎样？太大，你们太渺小。真实感觉到怎样？哇，连鼻孔都觉得很大。这是你真实的感觉啊。如果你对一个孩子指责他，哇，他感觉到受伤。一个10岁的孩子来到教会，你用爱来招待他，你用爱来看重他，他就觉得怎样？在这里好好哦，我好喜欢这里。纵使我有6天不快乐，我有1天在这里快乐，我都觉得足够，因为我爱够了，我可以去应付6天的黑暗期。这个小女孩来这里被招待去主日学，因为接下来漫长的岁月要来，她的姨妈妈自杀。这是我们的佩姐，她被招待，她被爱连结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她的姨妈妈过世的时候，她的外公外婆怎么活下去啊？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需要跟主耶稣的爱喜乐连结的，有吗？你家人，你最亲的家人有没有？你有听到佩姐的故事吗？接下来还更苦哦，因为她的父母正式离婚。你半夜被吵醒，被吓醒，你看看你半夜在那边打架，你会被吓醒？你真实感觉我的世界是没有希望。有多少人是这样？有。传道要邀请我们用爱，用上帝的爱，上帝也用他的真实的爱，要我们跟他来连结。怎么样连结啊？那59.9分，那0.1啊，就是在哪里？在我们这59.9，在苦难中啊。但神在编织，你觉得很苦，很丑。这是真实感觉，你觉得很受伤，真实的。但是是不是事实啊？事实是这样，神爱你，这是他创造你编织你，但是这是你真实感受，但不是事实。事实是怎样？神创造你这么美好，我们到神的面前跟神连结，我们只要说，主，我愿意相信，我愿意你来帮助我，我愿意你成为我的救主，我愿意依靠你。我们的生命会是诗歌，我们的生命不会再唱那个悲哀主题曲，我们的生命要唱的是喜乐的主题曲。保罗我不多说了，他这封信讲这个时候是他被关在牢里，而且他怎样即将要殉道，可是他却说怎样常常喜乐耶，很妙。你人生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啊，我呢
就是为了这个而活。纵使再苦，纵使像保罗一样，即将要走上死亡，即将走上绝路的时候，他还是觉得有主与我同在，他必拯救我。拯救我不一定是生命，那个会活的这个生命，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，但是神要拯救你的灵魂，你死后的那个盼望会让你喜乐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他有那个盼望，他能够全力以赴。你有没有那个过？我可以全力以赴，我可以毫不保留，我可以再苦再辛苦，我都觉得是什么？不是痛苦，是吃补啊！这老人家讲的，辛苦当作是吃补，那么你就对了。你的生命你就找到你的命定，你的生命为了这个而活。传道为什么而活？我早了快50岁，我为了跟悲伤的人同悲伤，我为了听见倾听在那苦难中的人，我为这个而活。你为什么而活？这本书是最近我们都在读的，我们愿我们都能够进入神的命定中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意义。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，真的我们才有那个喜乐啊！不然人生就是苦啊，苦啊，悲剧啊，悲剧，因为最后都难逃一死啊！你可以不相信，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传道邀请你，你不相信的时候来找传道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你能够连结主耶稣的真爱，让你的生命跳脱那个悲惨的命运，跳脱没有办法改变的命运。传道邀请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可以来找传道，传道愿意跟你一起走那个苦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，你就是定义爱我们。主，你用你的真爱，你十字架上宝血的真爱，你救赎买赎我们。我们过去或许不堪，主，唯有你知道。或许你知道我们现在内心就是不愿意相信，主啊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生命太苦，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有一个爱我们的神呢？在苦难中，主啊，你一直与苦难的人同行，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就是一个负伤。主，因着你自己走过这个苦路，你懂我们，你更懂得在死荫幽谷中，在阴间，主啊，你知道那里的痛苦，但是主，你为我们甘愿在那黑暗当中，阴间当中，但是主，你胜过这一切，你复活，你胜过死亡的权势，我们才有盼望。主啊，因着你的复活，我们才有盼望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，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，我们的喜乐来源在哪里。主，我们干渴的心你懂，你知道，我们破碎的心你知道，我们曾经相信过多少人，我们曾经相信过多少种的爱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愿意为我们死，而且是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愿意为我们死，为了是要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的生命，永远灵魂的生命。或许我们还不懂，我们还听不懂，但是主耶稣说，孩子，
多事情你都不懂，没关系，将来你要懂。只要你愿意相信，主耶稣愿意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要卖赎，你救赎我们，我们才能够从过去走过来。主，我们也愿意回应你说，主啊，因着这个救恩，我们要将主你的爱，我们也要宣扬出去，我们要宣布好消息，宣布喜讯，宣布喜乐，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已经听见我们的励志，我们有声无声的决定，我们决定跟随你，我们决定让主你来救我们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救我们，我们的父母都救不了我们，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定他们自己。主啊，人如何能够救人啊？主，谢谢你愿意救我们，而且你拯救我们到底，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。我们本身就是祝福，因着我们信靠。谢谢主耶稣，你的爱超过我们能够所想、所求、所想。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是出乎我们能想象的那个平安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。我们决定用主你的爱来爱身边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在圣诞节的福音的节期。谢谢你要来改变我们，因着主你的爱。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悲惨，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与喜乐来连接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